那当个国庆哦，咱拢爱来关心今年有偌济国庆阿姨啊。今仔早起哦，北部的病院，包括成功、阁有大安、国泰哦，拢有几个打出世的国庆阿姨啊。内政部是统计讲，今年9月出世的囡仔是有8603个人，比较过去旧年同期哦是减少3189个人哦。咱台湾的人口数嘛已经是连续21个月拢是负成长咯。拄啊出世的红婴倒伫病院的红婴村国身区红记记，目睭刻刻，一直10月初10相识透早拄啊出世，正是正做国庆的红婴仔。我的预产期是10月11号。那我原本是一直想说，大家说可能不一定是足月就会生，可能前面38周、39周就会生，就没想到就是他就是自己挑了10月10号，以后他生日大家都放假的感觉。回想生产过程，会当讲也欢喜也疲劳，这是妈妈洪小姐的头一体，10月顺利生产。到70早起，各地拢传来好消息，包括成功病院有2个，大安病院1个，还有国泰病院10加新德分院，拢总有5个国庆红婴出世。不过小组化出事严重，第一线医师真有感觉。我刚来新光医院的时候，我们1个月都应该可以生100到200个左右。那目前今年的话，平均大概都是70到100个左右，所以大概也是少蛮多的。根据内政部统计，今年9月出世的有8603人，折算年初出生率是4.49%，比去年同期减少3189人。今年前3季出世的人数是比去年同期减少16352人，整体来讲愈生愈少。之前就是从补助开始的话，的确就是蛮多有就是新手爸妈的产生，就是怀孕率有上升蛮多的，但整体还是持续下降啦，有可能就是大家的观念改变。另外，算到今年9月底，台湾人口数是23317031人，已经连续21个月负成长。65岁以上的人口达到19.8%，离超高龄社会20%敢若差一步。人口问题恐惊也是短期无法度解决。记者采访报道。